乡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2月17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咱台湾甲马祖之间的2条海底电缆线，即马是全断去，通信敢若会当靠微波系统。啊，若伫这个时代，无网络，啥物代志拢变做，各行各业即马是损失惨重。昨下晡，连江县长王忠明就甲几名的当地民代专工来台北向中央抗议。中华电信的董事长嘛有回信的，嘛强调钱毋是问题，会赶紧抢收。只不过讲，咱叫的国际海南船上紧要到4月20才会到位。点开购物网站，等规半步，煞看到空白网页，长信的网络，互马祖的民众真掠狂。受到台海2条海缆线全部断去，马祖的网络通讯进入黑暗期。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买，或者是要等到半夜网络通顺一点，才有办法上网下单。民众除了无法度透过网络买日常用品，民宿业者是叫苦连天。看3月旅游旺季要到啊，煞因为网络断线，宣传规个拢停，也无法度联络客户，拢总有200多间民宿业者损失严重。要拖1个多月才能够修好，连和台湾的客人都没办法接啊，没办法接，真是很多民宿的损失。当时的网络，互当地居民甲业者讲，亲像甲世界失联。昨日下晡，包括连江县长王忠明，也有真侪当地民代集体到台北，甲中央抗议，因为为淡水连到东引的大马2号海缆，这个月初2号中国的渔船拖帮拖转去，较无1礼拜时间，就连大马3号电缆也去互货船下定交转去。大马第4条海缆爱114年9月才会完工。目前大马通信敢若挖靠闭环微波系统，当地居民根本无法度正常使用网络。海缆中断对大家在通讯上造成不便，我想是12万分的歉意。那另外我要表达就是抢修我们没有预算问题，我想我们同仁非常认真的到世界各地去找船，不是钱的问题，是没有船的问题。所以我们目前争取到的是4月20号海缆船才会到。如果透过这个危机变为转机，把这个整个通讯网络这个品质做好，至少确保它不会受到影响。这是我们未来继续努力的方向。中华电信是讲，目前继续联络真侪间国际海缆船，看是毋是会当提前3月中就来到台湾抢修，针对受影响的客户会减免月租费做补偿。不过当地民众是望海缆断去这个问题会当彻底解决，莫互因变做断网的二等公民。记者综合报道。详细的消息来关心中国真早气球入侵美国，引起各国即马拢开始真关心中国的间谍气球这个问题。咱的陆军司令部嘛有证实讲，东引指挥部昨早嘛有伫天顶发现不明的物体。这粒气球加几啊突击落落来了后，咱嘛有扣到，加几啊顶头有写简体字，顶头是写气象仪器。初步来看，应该可能是气象探测仪器。但军方是表示，加几啊残骸目前正在鉴定，所以无方便提供相片。初步研判，该残体是属于气象探测仪器，已经由相关的部门收存，并且进一步的鉴处。另外，我们也要求各单位要加强营区的巡视，持续的运用情监侦的手段来掌握周边的动态。继续关心中国的间谍气球，互美国拍落来了后，即嘛引起美国甲中国2国关系紧张。中国伫16日时就针对参与对台军售的2间军火商，美国嘅洛克希德马丁也佮有雷神技术，这2间列入去无可靠的实体清单，要禁止这2间军火商甲中国做生意。即嘛外界是解读讲，这是中国针对美国甲间谍气球拍落了后，对美国所提出上新的制裁。美中关系因为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变作紧张，而且北京当局警告将会对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的有关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了后的过当天，中国商务部发声明，禁止洛克希德马丁加雷神技术的子公司雷神导弹加服务公司从事甲中国有关的进出口。声明并无讲到间谍气球的代志，也无讲到前几天美国商务部限制6间中国企业的商业活动。These are symbolic and measures and unnecessary. That's how we view them. 这2间公司拢参加对台军售，不过拢无卖国防产品给中国。对相关制裁，雷神公司负责评论
因那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发声明，讲对华的军售拢是政府对政府的交接，阮甲美国政府伫咧对任何国际客户的军售案密切合作。洛克希德马丁制作的 F-2离战机，伫咧即边美国南卡执行，加所谓中国间谍气球拍落任务，使用雷神公司所制作的 AIM-9X 响尾蛇空对空飞弹。中国商务部的制裁亦个包括禁止伫咧中国新增加投资。并且要求15天内纳交对台军售金额2倍罚款，不过要安怎执行罚款，目前也无清楚。去年2月，中国就已经针对这2间公司对台1亿美金的军售实施过制裁。伫国家早进前的2019甲2020年，也至少2遍宣布对这2间公司制裁，不过并无解释制裁的内容，抑个安怎执行。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继续关心为着要减轻中产家庭厝贷款的压力，行政院会伫昨昏通过小家庭翁仔某年收入无超过120万，而且只有一间厝，这间厝是要买来家己住的。若厝价伫政府规定以下者，会当一户补贴3万块的厝贷款。咱国内大约有55万户会当领到这条钱。另外，伫租金补贴这部分嘛放量到18岁，要照顾伫外口细厝的学生。针对一定家户所得以下，仅持有一户自用住宅贷款，而且一定核贷金额以下，来提供每户一次性的支持。疫情冲击影响经济，中介新房贷族也爱面临起利息的压力。行政院16确定主体政策，包括房贷支持方案，加300亿租金补贴2.0。内政部长林佑昌表示，房贷支持方案锁定中产以下的房贷族，基准22月28名下只有1户自用主体者，过112年家户所得合计比120万家，以台北市为例，厝总价伫1200万以下，外县市1000万以下，若符合条件，每户会当领3万，有价有55万户收益。不是鼓励未来要买房子的人，也不是用于购买高房价的这个民众，也不会去补助到出租房子的房东。其中台北市大概占了4万户，其余非台北市的城市大约是51万户。林佑昌表示，方案以房贷支持规划，针对300房价较悬，考虑整个主体的房价也有所得中位数来掠算，要补贴各房价另外300亿的租金补贴，也有5大奖金方案，包括随教随办，旧户唔免重新申请，免付厝头家身份证2号放宽厝的适用范围，依厝税甲地政资料稽查，年纪放宽到18岁，照顾学生细厝的人。关于租金补贴的部分300亿的租金补贴不会用到特别预算，那一部分会以我们的一个公务预算来做。林佑昌表示，政府会继续推升全国社体供给总量，到今年1月底，全国兴建社体户数突破7.1万户。那外界关心的青年买厝基金，即摆无顺势推出。林佑昌表示，各类建议阶段，记者综合报道。中央银行去年升利息升4届，买厝的厝贷款负担有影是愈来愈沉重。内政部即马提出厝贷款补贴，下条件者就会当领到3万块的补助，确实会当小可减轻经济压力。也毋过有学者即马是认为讲，这个政策有问题，因为正经需要补助的人佫较弱势，可能连厝拢无，颠倒着提无补助。看来物价直直起，民众的钱是愈来愈薄。中央银行去年4届升利息，累计升2.5倍，房贷利率嘛连带得起。对派1000万买厝贷款，20年期本息平均纳的民众来讲，等于是一个家庭一个月都要加纳3000块，互派贷款的人是海海惨。在第一次涨息之前，有先把它一部分先缴清，基本上大概虽然只剩下一半的房贷，不过就是相对至少有涨到1-2千跑不掉，就变成说很多东西就要缩减，例如说可能娱乐费就会，或者说旅行东西就可能就缩减一点点这样子。为了减轻民众买厝贷款的压力，内政部提出房贷补贴的方案，一户的所得伫120万以下，名下干那一间厝，还佫有贷款伫一定额度以下等等的条件，就会当得到一届性3万块的补助。不过学者认为讲各地厝价无共款，这个制度的设计无合理。850万在双北的情况下，可能只有小套房，那小套房也可能是买的人是个投资，可以不见得啊。当然他可能买了房子租给人家。第一次这个首购族也可能真正的所谓需要的人也不见得得到的情况下，我是觉得在这个资源的分配上，并不清楚达到怎样目的了。民间团体嘛讲，政府推出租金补贴、房贷补贴，建立青年买厝基金制度，不过台湾厝价悬才是真正关键的问题。
弱势基本上应该如何让他租得安心，无论透过社会住宅政策或民间的租屋市场里面，让他租得起、租得安心。那至于青年如果有购屋的一个需求，这样的一个一次性的3万块的一个贷款的补助的话，帮助的金额也非常有限，大概顶多像是在街头的刮刮乐去抽到一张小奖这样的效果而已啦。李炳仪表示，要解决少年人买厝买袂起的问题。政府应该好好来面对厝价悬的议题，而且透过税制改革、甲金融管制，甲厝价控制伫咧适当的计价范围内，才当大大互厝价回归到合理的水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冷气团减弱，水汽会减少。敢若伫东半部、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会落18雨。日时温度就会开始回升，若南部的温度高温会降到26度至27度。同齐来看温度。强烈大陆冷气团减弱，今仔日水汽嘛减少，敢若东半部、恒春半岛甲大台北山区会落18雨。日时温度就会开始回升，各地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嘛会看到日头。高温是22度至25度，若伫高雄甲屏东的高温有可能会到26度至27度，也毋过这几天同款早暗较凉冷。北部、东半部低温敢若12度至16度，若新竹甲苗栗低温可能是要伫10度左右。拜六礼拜温度会继续回升，也毋过早暗的温差会较大，所以乡亲早暗就要套衫爱穿好少。东半部大台北山区同款会落雨，其他所在是多云到好天，会一直等到礼拜日的下晡才会开始变天。在关心南极洲的史威兹冰河，若是放起、扬起，可能会引起海平面规个野悬，造成大灾难。拜三刊伫自然期刊顶头有2篇研究报告，内底是写讲，冰平即马扬起的速度有比咱料想的也搁较慢，也毋过即马搁较买命的是，内底闭气扬起的速度算是真紧。若是安尼生，颠倒会造成规个冰平规个放起搁较恐怖。类似鱼类的机器叫做冰旗。当经过英国、美国2个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钻出来空，西起南极史威兹冰河的冰平约600米深的所在，研究团队发现冰平下面氧化的速度比过去有期来得慢，也毋过冰河内部氧化速度煞真紧，可能是造成冰平放弃的原因。This extreme melting is happening inside crevasses and across the ice shelf in areas that we call terraces. 位伫南极西部的史威兹冰河，各方叫做末日冰河，因为若彻底放弃氧化，会引起灾难性海平面升悬。自1990年以来，已经消退大约14公里。拜三伫知名期刊《自然》发表的2项研究，除了了解伊的氧化面貌，也发现冰河上样的淡水流入海中，颠倒形成替海水隔热的保冰层。This layer of fresh water right at the ice base that creates a very strong density gradient. And that density gradient stops the heat from getting from the ocean into the ice. 这个研究提供冰平底部氧化速度甲氧化机制相关点，对海平面升悬会当做出更加精准的预测，保证着会当保护着沿海社区，也毋过温暖的海水继续互史威兹冰河消退。当年大约有数十亿吨水入海，贡献4%海平面升悬。记者综合报道。在家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伫桃园的国际路2段甲文中路路口，即马当伫做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昨昏有发生骑奥多巴的一个查甫人，弄入去工地，转摔落去14公尺深的工作井内底，不幸过往。若死者是捌摕到2018年亚运金牌白龙船的国手陈如安。消息传出来了后，各界拢真无感。若伊出车祸的原因，即马当伫调查。来关心联合报，卫福部为着要互长照人力快速增加，4当前的市政府有办8+4的基础训练课程，就是讲只要完成8点钟的实务课程，加上4点钟的实体课程，就算合资格，会当来去做合格的长照人员。也毋过卫福部伫顶个月是个公告讲，即马因政府无要升进8+4这个课程，规定这个人爱伫8月底之前完成真正专业服务课程，若无就失去资格。第一线算的有6000多人受影响，伊嘛批评政府的政策，哪会使亲像月娘初1、15忙无共。来关心《中国时报》，
行政院长陈建仁伫今仔日会头一届去立法院做施政报告，嘛会去备询。陈建仁是表示，伊要打造一个温暖佮有韧性的台湾，慢慢用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做基础，用稳健的态度来处理两岸的问题。也毋过国民党团即摆有放调讲，话轻轻松松就放陈建仁徛起哩备询台。继续关心咱国内鸡卵的起价，有一寡所在即马已经买无卵。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甲农委会主委陈吉中昨昏是专工去视察通路甲卵商，表示看快了后，表示咱国内即马供应量是有够的，所以呼吁民众毋通加买，毋通囤货。货架顶悬真侪鸡卵，连锁超市的即间分店卵是真充足。毋过有人客私底下讲，已经有一阵仔无看到即个情形啊。国内鸡卵目前一天的产量是11.3万箱。早起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甲农委会主委陈吉中做伙来访时，呼吁民众卵都毋通囤货，目前供应拢有够。为了减少饲卵鸡农民生产的压力，会延长饲料免扣进口营业税的时间。原来的措施到3月底往后延，让这个我们的蛋鸡的成本可以下降。降低饲料成本，希望会当提高农民饲卵鸡的意愿。毋过，就算有意愿，卵鸡的数量嘛爱有够。农委会表示，今年扩大进口拍种鸡仔，为原本的24万只提高到30万只，目前已经引进5万只，希望鸡仔囝的数量会当补到有够只，豆豆恢复产量。应该在这个月就已经能够把小鸡的数量来补足。我们这个礼拜已经看到小鸡的出厨数已经来到每一个礼拜49万只，那跟我们设定的目标50万只其实已经有符合。了后，官员来卖卵的所在视察，工作人员将卵一粒仔一粒整理好清气，装落鸭巴底。卖卵的生理人讲，有排出的卵供应是袂当冻点，而且介绍爱照合约行。一批欠卵的问题，毋但是第一线饲鸡的农民之辛苦，卖卵的生理人嘛爱提悬收购的介绍，亏损嘛是家己吸收，同款嘛是拼性命经落去。很多北部的蛋商全部都是加价去买，对，这样才买得到东西。这一波反而是蛋商了紧。啊，对啊，真的啊，蛋商这一波蛮惨的。若其他的店头，鸡仔顶虽然看落要是有卵，不过业者要是打出欠卵的广告，呼吁消费者唔通囤货。农委会指出，受到疫情甲战争的影响，饲料介绍起5成，连带鸡卵的介绍是起7成。不过强调讲，美国甲日本即嘛拄着类似起价问题，台湾介绍的波动相对是较小，所以来会持续调度加工业的卵品。按算伫2月底到3月中，就会当豆豆恢复产能。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土耳其甲叙利亚的大地震。针对这届地震，土耳其真侪建筑物拢倒去，洪批评这建筑物袂输是怎个的，政府拢无咧管，无咧监督，即马不满的声音是愈来愈大。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是表示，这个地震倒去，都因为地震倒去的厝，大部分拢是伊上任进前所起的。也毋过，土耳其的媒体最近就抛出一寡旧相片来批评讲，其实埃尔多安进前就捌特赦一寡建筑物，就算安全无下标准，就当时伊嘛爱建商纳钱就准煞。土叙大地震发生超过10天，尤其是长的灾民愤怒已经达到临界点。If you look at those flats, you can immediately see it's iron and cement. There are not enough real building materials in them. It is all due to a lack of proper building materials and the contractors who are thieves. 地震到大灾区已经数十万座建筑无法度住人，无随倒位也需要经过结构检测，才会当确定敢会当继续住人。地震显示出土构的厝像豆腐铺，无论即马将目标指向政府，批评执政者对建商放水，才会造成这样严重的灾害。总统埃尔多安则是回应，地震毁掉的厝，会当讲拢是伊重大战争所起。Son afette yıkılan tüm binaların %98'inin 1999 yılı öncesi inşa edilenler olması bize bina standardı ve denetimi konusunda kat ettiğimiz ilerlemeyi göstermekle birlikte işi daha sıkı tutmamız gerektiğini de hatırlatıyor.
埃尔多安强调，车辆的地动破坏力等于是数百粒的原子弹，各国面对这样大的灾难，拢会有问题。也毋过，人民无应该怀疑国家甲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救援大会的拍拼。伊也宣布，后个月起开始建造3万套符合安全标准的大房。虽然埃尔多安一直要将监督不力背后清，也毋过当地媒体最近一直并出具的画面，讲伊过去强烈宣传建筑特赦，也就是讲，就算建筑无符合安全标准，只要建商付罚款，就会当唔免拆。İmar barışıyla toplam 144.556 Maraşlı vatandaşımızın sorununu çözdük. 卡赫拉曼马拉什伫这一摆的地动受灾严重，2018年大选进前，土耳其有310万栋无符合规范的建筑就地下发，其中有30万栋位伫重灾区，透过政府牵接到土工程，开始逮捕建商。司法单位也要调查政府敢是有执法不力的情况。公司新闻7万人朋友。土耳其甲叙利亚的大地震已经知影造成超过4万人，有41000人死亡。联合国即马是估计讲，有700万的囡仔会受地震的影响，甚至有真侪囡仔会变孤儿。即马伫叙利亚，因为叙利亚长期咧内战，联合国是呼吁各国即马爱来斗相共，帮助叙利亚渡过难关。若土耳其的灾区有的所在，即马嘛也搁在救，有人互出壳底228点钟，尾也平安互救出来，有影是奇迹。伫叙利亚西北部一间病院，一个查某囡仔哈娜今年8岁，手骨石膏倒伫病床的，一直甲医护人员问因厝内人的消息，毋过伊毋知影伊是规家伙仔内底唯一一个活落来的人。حاولنا ننقذها هي وامها وابوها واختها صرنا نطالعها بس هي وابوها كان من فريق الدفاع المدني وكمان متوفي。土耳其大地震伤亡是真严重，根据联合国估计，差不多有700万的囡仔处境是真艰难。亲像叙利亚，都有袂少囡仔失去亲人，变做是孤儿。虽然哈娜也有因阿公阿嬷甲阿叔家照顾，毋过伊可能会面临手都要截肢，也有其他的病尾。那因亲情大的所在是伫叙利亚反对派占领区，四界拢是因为内战有路无厝的难民，战争甲地震恐惊会造成因得到长期性的身心创伤，嘛真需要医疗甲民生物资的救济。UNFPA launched its appeal for the whole of Syria yesterday in the amount of $24 million. We hope the appeal is only for the next 3 months. It will only address the very basic acute needs. That this is a sign that perhaps there may be some ray of hope and that we can focus on the most vulnerable people to build back not only the country but the region and give it stability. 土耳其甲叙利亚当地搜救队目前嘛也无放弃希望。土耳其安塔基亚市就有一个查甫人，伫地震第228点钟了后互救出来。不过因为目前有生还者的机会是真细啊，灾区的救援嘛转做是提供灾民的人道协助。亲像是粮食甲住宿，还有要安怎伫当地温度要我0度的天气之下来生存，会是所落来爱面对的挑战。公司新闻牛间编译。美国国务院委托亚罗大学即马有做一份研究，迄研究是显示讲，俄罗斯是利用伫战乱也有铁力当中失去亲人，讲要照顾这乌克兰的囡仔来做理由，也毋过事实上是甲这囡仔集中起来了后进行再教育。就是甲这囡仔洗脑，人数大约有6000人，目的是要改变乌克兰的后一代对国家也有民族的认同。美国是表示，伊嘛透过卫星相片有找到43个再教育的所在，也有设施。这个画面是2022年5月伫哈尼科夫，罗西亚出动直升机甲车协助民众脱离危险区的情形。有大人甲囡仔，甚至还有民众甲厝内饲的宠物做伙带走。美国国务院甲耶鲁大学人道研究实验室合作进行一项研究指出，这是罗西亚涉及战争犯罪一部分。In many cases, Russia purported to temporarily evacuate children in Ukraine under the guise of a free summer camp, only to later refuse to return the children and to cut off all contact with their families. 负责进行研究的人道研究实验室伫报告内底指出，这是罗西亚政府有系统而且大范围再教育的过程，目的是要强迫乌克兰的后一代接受罗西亚的文化甲价值观，改变因的民族认同。
美国讲透过卫星的相片，有找到43个这种的再教育营，甲其他的设施。The network of facilities which these children are sent is vast, spanning from Russia-occupied Crimea, across Russia itself, from the Black Sea region to its far east. 美国认为讲，罗西亚的做法等于是甲囡仔绑票，违反日内瓦公约。乌克兰政府嘛指出，罗西亚硬带走的乌克兰囡仔有14700个人，甲美国报告内底讲的6000人无共款。针对这点，美国国务院会增加12个罗西亚的个人列入去制裁名单内底。罗西亚驻美大使馆透过社群网络回回讲，罗西亚是接受因为战争走出来乌克兰囡仔，迄若上适当的收养方式，都是找到会当甲因收养的家庭。公司新闻，齐家珍编译。镜头来西班牙，西班牙国会伫16个时有通过一份下性别的法案，允准满16岁的人会当家己做主，改变身份证顶头的性别。西班牙自本就是少数允准人民只要透过声明就当改变性别的国家。然过即马，欧洲各国针对这个议题，最近这几年态度有变较谨慎，变较保守。亲像是瑞典甲芬兰，自本嘛有开放，然过即马是甲条件有提出新的限制。西班牙国会通过表决，以191票赞成、60票反对、91票弃权，通过一项跨性别法案。这项法案准所有满16岁人会当要求变更身份证顶头的性别。西班牙平等部长伫咧法案表决进前，对国会议员讲，这是这届国会上重要的法案之一。Las personas trans no son personas enfermas, son personas, punto. Son quienes son, punto. Las mujeres trans son mujeres, punto. Y el Estado, a partir de hoy, os lo reconoce, punto. 进前，西班牙成年人已经会当要求改变身份证顶头的性别，验过要有医学报告证明有性别认同障碍，也管有总过2年荷尔蒙治疗的证明。未成年人本来是需要得到法官的同意，新法取消这款要求，即马是改做14到15岁爱法定监护人同意，12到13爱法官同意。Espanha ser um dos países pioneiros que vão aprovar esta lei. Eu vivo aqui e isso me dá orgulho desta precedência, desse modelo de exemplo para outros países aqui em Europa. 不过，西班牙左派联合政府本来就无啥份，这项立法恐怕会对社会造成重大分裂。伫咧扫这项立法的平顶部，是由激进左翼政党阮会党出任，属于联合政府内面较细政党，民众对此要议论。Nacen con unos gustos y son adoctrinados por esta teoría. Es decir, los niños pueden tener cualquier gusto, coches, muñecas, rosa, azul, y no por eso eres un hombre o una mujer. Ya se está intentando hormonar a menores. Bueno, la ley ya permite el cambio registral en menores. 西班牙对性别定义大开放，不过欧洲一寡进前就跨性别立法的国家，这几年态度变得较谨慎。瑞典甲芬兰已经开始限制未成年人使用荷尔蒙变性的措施。苏格兰伫咧顶个月也阁发生过有一个查甫人伫咧变性进前性侵2位女性，所互人关入去女子监狱的争议。英国伫咧顶个月也封管苏格兰的性别认同改革法。公司新闻田伟林、张建光编译。镜头来中国，中国即马甲退休人员逐个月的医药补贴，对人民票260块，即马是减到83块，引起一寡退休的民众不满，行上街头抗议。所以行上街头的拢是社会人较侪。即马伫武汉甲大连这2个城市，就已经出现有时代和警方发生冲突。有评论家即马是认为讲，中国的抗争行为、抗争行动一再发生，这代表民众开始无信任政府。中国乌巴武汉规定的中者甲警方爆发激烈冲突，抗议中国当局大削减医保金，现场民众大声喊，打倒反动政府。中国当局将退休人员逐个月个人医药补贴为逐个月人民票220块减到83块，大批退休人员行上街头，甚至有部分老人封杀到一涂骹。抗议过程中，佫开始一直唱革命歌曲，媒体将退休老人上街头抗争的维权集会叫做“北头毛运动”。老大革命我们没死啊！这次疫情我们没死，现在大连政府怎么派这么些警察来对付老百姓？这也是自2002年11月，中国部分城市
爆发反对习近平清零防疫政策的白纸运动了后，上大规模的民众抗争活动。过去3年，中国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让医保出现亏损，也互认为是引起白头毛运动主要原因。而包武汉、蔡北首先爆发万人上街示威，sau来辽宁、大连、鞍山等地也连续出现大规模群体抗议，民心思变，加做习近平国家主席第3次任期的严厉考验。从白纸运动开始，好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政府跟人民之间的不信任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这个临界点。会不会说就是崩断？我觉得还没有到，但是可以看得到那个溃烂的程度慢慢加剧了。随着武汉和大连退休民众为医保改革大规模上街抗议了后，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网站昨个也发布通知，强调要就更加侪符合条件的小卖药店纳入门诊统筹基金范围，让民众就医甲买药啊更加便利。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该向请咱同齐来看世界。美国总统拜登是表示，无证据显示新拍落来的3个不明飞行物甲中国有关系。也毋过，伊嘛讲，针对头一粒中国的间谍气球飞入去美国的领空，互美国拍落来这件代志，拜登讲伊袂会失礼，因为侵犯美国的主权是无法度接受的。美国也是希望会当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来关心南韩第3方发表2年一届的国防白皮书，是甲北韩讲是敌人，这是2016年以来头届用这个字，因为北韩当地研发新的武器，佮不时发射飞弹来起波空，南韩用敌人来称呼北韩，显示两边关系有影是愈来愈紧张。来关心中国政府伫中国甲印度的边境有铺路、有建设、有咧起厝，也毋过印度政府即马要提出反制措施，讲嘛要投入大约新台币176亿，要做村庄活化计划。同款是要拍路、要提供清气的水，也有太阳能，也有风电来，而且要接通网络甲信号，阁要起健康中心，甚至阁要请外地人搬去遐住。镜头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咱国内疫情，即马已经渐渐稳定，渐渐缓和。伫疫情指挥中心昨就表示，3月份有机会，咱会改做确诊者毋免隔离，因为这个政策需要甲各部会来协调，嘛爱开专家会议，所以即马也无确定时间，无时间表。另外，嘛有公布讲，室内毋免挂喙暗这个政策，伫后礼拜1 2月20会开始实施。连续13天确诊数降低，国内昨日新增加16477个本土病例，新增加61个死亡。因为疫情缓和，指挥中心讲上紧3月了后，确诊隔离会当改做0+N，确诊就会防隔离这个做法特别退场。确诊者隔离的方式的调整，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通报定义的改变，我想这2个部分我们现在很积极的正在这个拟定计划实施的话，应该是到3月会比较有可能。指挥中心解说，确诊隔离做调整，牵涉到跨部会协调，所以需要一段时间。目前新冠肺炎是咱国第5类法定传染病，也伫解除确诊隔离了后，由专家会议讨论，甲传染病降级。2月20后礼拜1开始，室内挂喙暗放零这个规定会如期实施。敢若医疗照护机构甲公共运具规定爱挂喙暗，但是各级学校会当家己调整处理。指挥中心这边定的是大原则，在这个大原则之下，如果各学校有一些因地制宜的做法，那这个我们也尊重。那至于说会不会因为戴口罩被霸凌，我想以我们过去这么久的经验看起来，我们在亚洲地区是没有这种状况。因应室内放零挂喙暗，双巴送礼券、催注疫苗，是毋是其他县市原来会安尼做？指挥中心是讲，这部分属有地方的权责，各县市有无同的财务甲防疫策略考量，指挥中心尊重地方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为着要改变民众较袂着走大病院这个代志，健保署是对外宣布讲，咱上紧会伫4月份开始会先调整急诊也个门诊药仔的部分负担，就是讲去大病院看病会较贵，爱大家小病伫诊所看，大病才走病院。若检验加检查费用这部分负担，因为牵涉退费的办法，所以会较参医界也个民间团体先参详了后，才会决定实施的时间。
一寡人无管大病也是小病，拢会走去大病院。为了改变民众就医习惯，落实分级医疗，健保署宣布，上近4月实施部分负担新制，会优先调整急诊甲门诊药品部分负担。像减伤分类，若是第4、5级的轻症，未来到医学中心挂急诊，部分负担会提悬到800；若是第1、2级的重症，是调降为300。有估一年大约有100万人受影响。一年大概影响的人数大概在100万人左右。那这里面呢，大概一半啊，就是有一半是1、2级，它是会负担下降的。伫门诊药品部分负担方面，基层诊所、地区病院维持现状，药费100块以下免收部分负担，101块以上以急救来收，上限是200。另外，办相病连续药单，若伫基层诊所、地方病院领，3摆拢免收部分负担；要毋过伫区域病院、医学中心领，是以急救来收，上限是300。多种慢性病族群。不会只有慢间的这样的一个就医需求，它还会有定期的检验检查以及其他的就医需求。那累积下来1年将会是不小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另外，伫检验检查部分负担，健保署强调，因为涉及退费等配套，影响全面化。会甲医改会、消基会等团体进一步沟通了后，才决定上路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稳定下，要拼经济，为着要振兴艺文产业，文化部即马嘛有推出振兴方案。本地是讲要颁予18岁的少年家当大人的成年礼金，也搁即马会扩大对象，加19岁到21岁，计共有90万人会当摕到1200点的成年礼金，通好摕来看展览、去看国片，也是去买册、买一寡文创商品做艺文消费。书架顶悬各种书，放啊正整齐，方便读者看书，也有真重的书香气氛。伫台北基里岸捷运站附近的友好书店，进前是淡水出名的独立书店，友好 book 的新4名延续。经过停业，经过搬迁，最近这几年佫拄到新冠疫情的考验。逛书店的大概减少很多，他们会转变消费形态，但是这个转变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转变，有的人他不那么支持或不那么在意的，他就是减少去书店逛书店。对于艺文产业来讲，这3年会当讲是徛伫疫情海啸的第一排。电影表演甲视觉艺术票房流失，实体独立书店甲微型文创产业的消费人口减少，服业者敢会当欠长年度。文化部争取疫后特别条例预算，要扩大成年礼甲产业振兴策略。原本的18岁之外，19、20、21，那等于4个年度的这样子的年轻人，他总共受惠者应该是有达到90万人。第二大部分呢，事实上其实就是希望能够用展演取代振兴，强化展演的机会。进行振兴方案，要上文化体验课程，配合艺文团体进行真侪项演出。另文创园区甲其他的文化场所，原来有真侪展演活动。除了这以外，卫生部最近这几年18岁青少年失去毕业典礼这个重要的回忆。今年要举办的18岁成年礼金，要加宽19岁至21岁做看店买书的艺文消费。符合成年礼的少年人到独立书店买书，会加发买书的礼金，提升实体书店的营运。大部分书店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年轻人只限缩到18到21岁，那我觉得真的效果更加有限了。一定会有一部分的消费在实体书店里啦，但是会有多少比例会拿来实体书店买书？业者肯定政府愿意协助艺文产业振兴，不过到尾成果安怎也有待观察。建议相关的单位看是不是也可以当扩大更较侪年龄的优惠规划，让艺文产业的发展更较有感觉。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镜头来高雄。高雄有一个姓李的查甫人，伫15暗的时赛车，可能若亲像是有形向发作，车全去弄到路边14台轿车甲奥多麦，这个查甫人的额头毛受伤。监理所即嘛是表示，轻症的有形患者，经过医生的评估，2天内拢无发作，就会当去考驾照，去领驾照。也毋过，若是赛车的时发作，发生车祸，为着安全，就会注销驾照。汽车本来正常来赛车，经过路口向路边的规排车辆，拢总2台汽车、12台奥多麦受损。
除了驾驶轻伤，无其他的人伤亡。爆冲的时候，因为我有看到现场看到他爆冲，连车子打了一打没有了。突然身体不适，导致车辆失控往前行驶，冲撞停放在路边2辆自小客车及12辆普重机车。警方表示，驾驶无酒后驶车，讲家己有癫痫的病史，无排除伫咧停车的时阵癫痫发作来倒伫，但确定的原因搁会调查。医师嘛提醒癫痫患者评估了后，2档内底袂发作，也是会当考驾照驶车。但是过程当中建议有人陪伴，嘛要随时注意家己身体状况。台湾对着轻症癫痫患者考驾照的规范，甲美国比起来已经相对来严格，唔免想过烦恼癫痫患者驶车这代志。开车的时候，我们一般建议旁边有人在会比较好。第二是说，我们都请他说，万一你觉得快要发作的时候，事实上就赶快把车靠边停，这样子，就是说，请他一定要注意的部分。例如说他假如已经觉得有一些前兆，有些病人他会有前兆。高雄监理所表示，癫痫轻症患者考着驾照，每2档要换一届，要提供着医师证明2档内底无发作过，才会当换新的。但是，若期间内底发生车祸，遵照一般事故规范来处理，毋过驾照会注销。等2档了后，经过评估，才会当重新过来考驾照。记者王刘婷、陈hen坤个报道。有一寡县市因为较无钱预算的关系，一年敢若会当互代理老师10个月薪水甲聘用期，所以无教就无钱。也毋过伫嘉义市对108学年度开始就行伫上头前，因互嘉义市内底310个代理老师完整1年的聘用期甲薪水。也若财政有淡薄较困难的嘉义县，代理老师伫今年聘用期是11个月，县政府是希望讲，伫明年会当完整调整到12个月。专心替学生上课，伫嘉义市破爱国小做代理教师已经9档的王老师，以前拄着学校歇落的时阵就会无收入，即马已经无这个问题，对于来讲感觉真轻。像我们之前会申请失业补助，7月到8月可能就是1个多月又几天而已，所以我们完全申请不到那样的费用。那自从嘉义市它有这样的全新的话，对我们生活上面的稳定度，还有心情上面的稳定度，对我们代理教师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不管有薪水无薪水，其实老师拢会足认真回应家长的一种需求。但是即摆有薪水了后，老师做着搁愈安心所以咱对于学校来讲老师的迄种师资来源会较稳定。财政较困难的嘉义县，代理教师目前聘期是11个月，即马嘛希望调整做1年12个月完整聘期。有很多县市还是10个月，我们其实已经演进到11个月。那满聘是我们的目标。那当然以财政5级县市的这样的考量，我们确实还有一些缺口。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获得我们的长官的支持，我们会再跟教育部来积极争取经费。我很喜欢嘉义县这个教育环境，所以如果可以有完整的聘期，然后也会让我比较没有经济的负担。嘉义市为108学年度，就予310个位登记的代理教师完整的1年聘期，是台湾头一个实施的县市。嘉义县教育处表示，今年的聘期会延长到7月31日，后一个学年度就为今年8月1号到明年的7月31日，互原来符合资格的代理教师拢有完整的聘期。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有劳工团体昨昏伫劳动部头前抗议，因是呼吁政府讲，若是要进行劳检，要有工会来陪同，安尼才会当保障劳工的权益。空服员职业工会甲公道连线伫台北市馆前路劳动部头前抗议，喊声爱劳动部甲限制放量，互地方的产职业工会嘛会当陪同做劳动检查。有一些弱势的劳工，他是在产业工会或职业工会的保护伞的覆盖之下，可是产职业工会却在很重要的这个劳检陪同权上没有办法发挥功能去保障他们。公道团体表示，台湾工会组织的条件要达到30人，不过真侪中小企业根本无法度组织，也是加入企业工会。这个劳工敢会当加入产职业工会，不过政府这几档用处理关节、限食等等的手段，限制劳动检查法工会陪同检查范围，甚至甲产职业工会直接排除在外。因认为是无重视劳工职业安全的全面性。劳动部在研商会的时候，竟然说，因为要顾及保护雇主的设施管理权，所以这个东西要综合考量，所以不开放。我们希望劳动部应该把这样的一个劳检的漏洞把它补好，
开会检讨。公投团体呛声讲，劳动部应该重启会期，紧急修法，开放关系企业甲产职业工会来参加。若继续将因排除在外，因嘛会抗争到底。劳动部职安署的代表接下定情书，不过无稳讲要重启讨论。记者陈亚文、曾俊佑台北采访报道。因为伫咱台湾，父母拢会教囡仔讲，若是无爱读册，后摆就要做工，所以通常嘛认为讲是无爱读册、袂晓读册的才会去做工。毋过时代咧改变啊，事实上已经毋是安尼啊。有一个室内设计师合作工明谦，伊就带一个做工的团队，咧修理旧厝，咧推广目工的教育，要改变大众对做工人的印象。明仔载暗7点半，青春咱来帮节目，咱同齐来看做工的少年家。爱的话，等你的白胶干的时候，或者是在它干之前，你给它切了前给的会使啊。因为个性好斗阵，介意甲人分享。高明谦过去就曾在伫案场带业主体验木工，这经验嘛促成伊开木工教室，嘛培育家己的木工团队，正做工师。嘛是开木工教室了后，才会去发觉到讲啊，因对木工师傅有一种印象。感觉因粗鲁、无读册啦、无卫生、无水准啊，安尼啊，所以我爱教的不只是功夫，我感觉我可能爱去教大家来熟悉这一寡做工的人。啊，即摆有一个人徛出来讲话，伊佫毋是完全做木工，即摆佫是设计师的身份。我无法度像伊安尼啊，毋过我会使甲相听啦，嘛算尽一份心力而已啊。你即摆出去，伊可能会挑，你爱徛去为上顶悬所在。好。阿甘成立木工团队的时阵，就有招少年人加入。伊毋但鼓励团队的成员改变传统的作业方式，做下领域的学习，嘛泡木工领域对女性的印象，有招女性的木工师傅来合作。我那时候那个履历表，我设定的地区是全台湾，然后全部都投履历，问他们说愿不愿意收女生，我找了3年都没有人愿意收。你得真正要有想要做木工，有够想要做木工的。我哪会使买遐个机会？啊，人其实培训嘛真正做得最认真啊，对团队嘛真有帮助啊。即马团队成立到今已经1年，阿甘感谢当初家己下出4块啊，嘛感谢团队的陪伴甲支持，互伊相信家己，相信团队会当伫咧推广木工教育，改变工厂议题这条路一直行落去。记者台南组陈继宏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来看。南韩的修理地铁，对1980年开始，就有和65岁以上的民众会当免钱坐车，有这款敬老措施。啊，那即马有货运业者就头壳动了真紧，专门招一寡65岁以上的时代，替因免钱去坐地铁送货。啊，那这时代佫会当趁淡薄仔外路啊。毋过修理地铁即马是了钱了甲真厉害，所以老人免钱坐地铁送货嘛引起争议。首尔这间银华快递公司聘请30个年纪至65岁以上的人，专门送一寡较好载，会当经由首尔地铁专线23个车站送到位的物件。也就是讲，这快递员上远会当走200公里，所以1,100至3万韩元的地铁车钱，全部拢会当省落来。71岁朴先生，伊就是一个银华快递员，每个月差不多会当赚60至70万韩元的薪水。这个过程也佫会当锻炼双脚。 좋은 점은 이제 뭐 일단 공짜니까 좋고 또 좀 피곤하니까 그리고 첫째는 남은 눈치를 안 보잖아요. 내 그냥 부지런한 대로 수입이 더 생기니까 좀 농땡이 부리면 아무래도 수입이 줄어들고 하니까. 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讲，韩国5100万人内底，超过18%年纪拢伫65岁以上。到2035年，老年人的比例会阁增加到30%，到2050年的时阵会增加到40%。伫大首尔地区有将近170万的居民是65岁以上。去年免费坐车次数超过2亿3300万届，换算一下车资相当是3150亿韩元，也就是讲首尔地铁负责的3成左右。不过首尔银华快递员也引起使用者无付费的争议。顶礼拜盖洛普公司的民调指出，60%的受访者
把支持老年福利的最低年龄提高到70岁，反对的敢若34%。伊就是讲，大部分的人拢是赞成调悬年纪，不过有一寡少年人是讲，国家伫进入老年化社会时阵，社会福利的标准应该爱提升，嘛应该加援助弱势族群。 고령화가 될수록 사회생활을 하는 그 연령도 더 높아질 것이고 그러다 보면 이제 65세 이상 분들도 사회생활 계속 유지하고 하는 사회가 될 거라고 생각을 하기 때문에 그래서 그거에 따라서 자연스럽게 그런 복지의 기준도 65세 이상으로 점차 늘리는 게 맞지 않나라고 생각을 합니다. 네.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美容结合科技是未来的趋势。国际化妆品牌莱雅就有替手部无方便的人，即马开发出一个点胭脂的智慧的机器，互手部功能有受限制的族群，嘛会当水水来抹胭脂。另外，佫有一款 AR 技术印白白机器，就算无啥会晓画白白嘛，无要紧，赶快会当画出水水的白白。 I need support to do my makeup, mostly all of it. 10 years ago, I had a stroke. Makes my life different now. 追求美丽是人的天性，不过手若无法度家己点动的人，连嘴唇要点胭脂拢无法度。根据莱雅科技研发部门的调查，全世界差不多5000万人因为疾病或者是其他原因，造成手的功能受损。 为了要让这类人也能家己化妆，莱雅这台叫做 Herpetar 的智慧唇膏机，让手无方便的人也能家己点胭脂。 And the technology is for people that have mobile and motor skill challenges today. They cannot experience beauty with their own arms because of issues like stroke, like rheumatoid arthritis, like spinal cord injury. Herpetar 的原型是一台有学习功能的机器手。 内面的感应器会将使用者点动的角度甲习惯记起来，无论手安怎点动，这个盾人拢会保持伫咧喙的所在。要用的时阵，将胭脂放入去感应器，搁接起你机器手就能开始用。是启动了，手机的 App 会自动侦测你的面型甲目白型，早期经历家己的型甲色，找到上适合家己的目白型。 好了，连这台迷你的画目白机，你头下个撸过目白就画好啊。 Where we could allow people to see virtually using augmented reality what the shape of the brow could be from where they are today and where they want to be. Recommend shapes based on their geometry of their face, where they can actually then change or modify thickness and arch. 自侦测、景色、甲目白型，一直到印出来，规个拢包。 画出来目白无过再是靠运气啊！尔，这台高解析度的印目白机用美容顶级的墨水，印出来目白会当冻2天，用一般的化妆水就当解切掉，估计伫咧年底就当上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来关心今日国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24度。 中部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2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是2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9度至19度。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